本人嘅議程前發言嘅題目係完善青年就業政策，保障學業就業銜接。本年國家嘅政府工作報告主要係聚焦於民生保障同埋社會治理等方面，並強調就業就係民生之本。未來會加強就業支持力度同埋政策，並增加資金扶持，實施重點就業支援計劃，利用優惠政策促進就業。另一重點就係支持拓寬青年族群嘅就業管道，加強新業態職工嘅權益保障，推動職業技能培訓、技能導向以及薪資制度等，希望從不同層面去提高佢哋嘅權益同埋待遇。本年係澳門青年政策中期審視嘅契機，當局早前已經啟動咗檢視研究工作，並表示會根據社會現狀作出調整，希望同心聚力咁樣推動本地青年工作。其實近年當局亦為咗配合特區政府經濟多元化發展，不斷努力加強職業配對，好似近排合辦咗科技企業專場配對會，針對 AI、IT、現代金融科技同埋中醫藥等範疇推出咗不同嘅崗位。但現時澳門正面臨區域融合、社會發展、經濟轉型時期，一部分青年正面臨着就業、學業同埋職業不對口嘅困境。近日當局數據亦指出，未來3年醫科將出現咗人力資源飽和嘅情況，社會仍然要檢視青年就業不對口嘅狀況。為咗完善青年就業嘅政策，保障學業同埋就業銜接，本人有以下建議：一、持續加強職業規劃同埋職業教育體系嘅銜接。未來學校教育應該進一步融入更多職涯規劃課程，尤其係中學同埋大學階段，增設職業導向課程，幫助學生了解產業嘅發展同埋趨勢，明確職涯定位，讓學生提早認識產業需求同埋自身興趣，並通過講座、工作坊、職業探索等形式，輔助學生引導探索興趣同埋職業嘅方向。第二，持續加強校企合作同埋實習制度。我哋應該用好區域優勢，加強產業同埋學校嘅合作，喺未來多運用深合區構建實習基地，讓學生了解職業嘅需求，尤其針對澳門4大產業，與落地企業嘅合作，提供更多短期實習機會，讓學生能夠積累經驗並調整職涯嘅方向，提升就業競爭力，幫助佢哋盡早適應職場。第三，持續加強區域合作，推動創新創業，擴展工作機會，利用好澳門喺大灣區嘅獨特地位，推動區域間城市嘅合作，拓寬青年就業管道，提供更加多就業機會。例如通過加強現時與廣州南沙嘅科技創新產業同埋青年創業嘅合作，並積極推動本地青年喺跨境實習等創新創業方面嘅計劃嘅參與度，讓青年接觸更加多元嘅產業。同時，本地創業政策應該適當咁樣調低門檻，加速孵化，讓社會出現更多本地嘅燈靈企業。多謝。